時間戰國時代，地點秦國章台，人物秦王和他的妃嬪，是謂若干人，論相如和他的隨從。莫啟，秦王與妃嬪飲酒作樂，一名侍衛端上錦盒，秦王取出和氏璧，論相如和隨從站在台階前。秦王手捧璧玉，開懷大笑，哈哈哈哈！好一塊和氏璧，果然晶瑩潤亮，雕琢精巧。美人啊，你們也來開開眼界。妃嬪傳上和氏璧，異口同聲地：真美啊！恭喜大王，賀喜大王！論相如拱手向秦王鞠躬，感謝大王對和氏璧這麼讚賞。只是剛才大王欣賞時，可發現上面的瑕疵？秦王：璧玉上有瑕疵？不可能吧！你快過來，指給本王看。論相如上前接過和氏璧，迅速地退到原柱旁，義正辭嚴地：想當初，大王派人送信給趙王，表示願拿15座城池換取和氏璧。趙王想，秦是堂堂大國，怎麼會不守信用呢？所以派臣前來交換。如今大王只顧和妃嬪把玩璧玉，並無換城之意，所以臣先取回璧玉了。秦王拍案大怒，大膽論相如，竟敢欺騙本王！來人啊，將他拿住！侍衛上前逼近論相如，論相如舉起璧玉，作勢要撞向柱子，厲聲地：大王，璧在人在，璧亡人亡。你要是硬逼我寧願和璧玉同歸於盡。秦王：不，千萬不要衝動，是本王一時大意了。快去拿地圖來畫成。論相如：且慢，和氏璧是趙國的國寶，當日趙王齋戒5天，在殿堂上行大禮，親自恭送他出國。如今大王竟在這專供玩樂的章台草草地說交換，臣以為這既不嚴肅，也不合禮儀，所以請大王也齋戒5天，在大殿上舉行隆重的交換儀式才好。秦王：好，就依你吧。來人，好好招呼論先生到賓館休息。侍衛恭敬地引領論相如及隨從下。幕下。時間5天後，地點秦國宮中大殿，人物秦王，文武官員，侍衛若干人，論相如。莫啟，秦王端坐着，官員及侍衛分兩排站立，論相如站在台階前。秦王：論先生，本王已經依你的要求行了齋戒之禮，現在請你將和氏璧獻給本王吧。論相如：大王，臣於數日前已讓隨從抄小路把和氏璧送走，現在想必應送回趙國去了。秦王頓時怒髮中燒，站起來向論相如高聲責罵：大膽論相如，你竟敢欺騙本王！論相如：大王請息怒，臣認為兩國相交，應當以誠信為本，不應晦約食言。然而貴國歷代的國君
自此國勢強盛，總不信守盟約。秦王怒目圓睜，哼！現在悔約不守信用的是你，是趙國啊！藺相如，臣也是審時度勢才這樣做的。論秦趙兩國的勢力，秦國強而趙國弱，臣的性命和碧玉都掌握在大王手上。假如大王取得寶玉之後，不履行承諾，交出城池，到那時我豈不是有負趙王所託嗎？所以不得不先把碧玉安全送回趙國去。秦王怒氣未消，坐下。你既然曉得秦強趙弱，為什麼還敢戲弄本王？藺相如，臣豈敢戲弄大王？臣得到趙王信任，當然要效忠趙王。要是大王果真交出城池，臣保證馬上親自把和氏璧送上。秦王簡直一派胡言，不知死活。來人啊，把他拖下去斬！侍衛上前捉住藺相如。藺相如，和氏璧安全送返趙國，使命已經完成。臣是生是死也無所謂了。至於如何處置臣，還請大王深思熟慮。秦王，你果然智勇雙全，膽識過人。殺了你，不僅得不到和氏璧，反而會損害兩國的邦交。算了吧，放了他。侍衛放開藺相如。藺相如拱手向秦王鞠躬，謝大王不殺之恩。幕下。